每一天，我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1，箴言16章9节安尼讲：人的心计划伊的路，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。三角来祈祷，爱要定着阮的脚步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气力，你是阮喜乐的泉源，你是阮平安的倚靠，你是阮患难的帮站。主啊！愿感谢你时刻的保守甲看顾，互阮的每一天拢是新的。虽然我知有济的艰难甲挑战，总是阮拢无惊吓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阮就通安然自在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坚固照伴，主啊！伫这万物更新变化的时，阮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赐阮属天的智慧，互阮通知怎样行伫你所欢喜的路，因为阮的心计划阮的路，独独你定着阮的脚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